来关心天气一个反凉，一寡人爱食烧火锅的火锅，岛民众因为天气寒，食火锅食一个伤过重咸，嘛伤过油，较欠运动，引起到血压欠悬。医生解释讲，最近因为血压欠悬，来互医生看的比例加差不多3成，嘛建议民众食火锅一定要有准则，拄好就好。另外有3个患者都要固定时间量血压，假使若是无照时间食药，有无爽快的情形，都要赶紧互医生看，安尼才袂去延长着。 大骨汤甲倒入去，搁来掺菜西肉片，才会配料。这道烧烫烫的火锅是真侪人寒天上爱食的。不过，煞有袂少人因安尼天气冷食火锅，安尼嘛，互病院出现真侪这个因为血压悬去互医生看的案例。寒流的来袭，所以我们心脏科高血压、三高的病患，实际上是有增加的趋势。 那比例上来讲，大概有增加了大概3成左右的病患。其实天气若较冷，咱人的血管会缩较晏，安尼血压就较会称悬。含天气冷，大家咧食火锅的时阵，就爱啉烧汤，安尼食入去的油甲盐嘛会伤济。若食饱了后，就判断叮当欠运动，安尼就会造成这个血糖会一直逼悬起来。医生就建议讲，食火锅除了爱甲食的量甲质哦好势，上好嘛会当较莫去啉这个火锅汤。 火锅的汤底或者是姜母鸭的汤底，尽量是避免食用，因为大部分的盐类都是留在这些汤汤水水里面。其实食火锅有可能去影响到3高的患者，因为血压称悬，致使有人会头壳晕、头壳痛，也是讲胸坎扎扎。嘛有人因为这个食了都感觉讲无安怎，所以因为这个血压称悬来造成血管憋气。 除了每天定期要量血压、血糖之外呢，如果有发生胸闷不适的症状，或者是头晕不舒服的症状，还是要尽早的到医院来就医。医师嘛建议讲，若是有3高的患者，都要定时去量血压，嘛要照时间来食药啊。人若是有感觉无爽快，都要紧去互医生看，千万唔通去听一寡这个偏方，安尼才袂去延长到治疗的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